上帝科學與我係鍾端玲 Deborah 喺 Buffalo 嘅。我嘅太舅公尹文佳咧，同孫中山喺香港中央書院嘅呢個中學咧做同學嘅。佢哋兩個咧都喺香港呢個道濟會堂呢個教會咧聽道成長嘅。後來咧佢兩位都做咗西醫，同埋咧整咗個聯合嘅診所，呢個係佢哋嘅診所廣告。辛亥革命咧係非常之危險，呢個係廣州72烈士嘅陵園。喺辛亥革命期間咧，孫中山經常暗暗咁咧住喺尹文佳個屋企，呢個屋企咧就近住博濟醫院嘅。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咧，佢哋兩個又合作啦。呢次咧就合作辦報紙，就係一個基督徒嘅報紙，叫做《大光報》。孫中山咧為呢個報紙題詞與國同春。三代後咧，我就喺香港出世。我係最細嗰個，家姐，仲有媽咪、爹哋。我嘅兩位高曾祖父咧都係牧師，一個周牧師，一個尹牧師。尹牧師咧就係正話講嗰個尹文佳嗰個爸爸。兩個都係清末嘅時間。尹牧師咧，佢係倫敦傳道會嘅牧師，呢個傳道會喺世界宣教咧做咗非常多嘅工作。周牧師咧就係循道會第一位被正式按立嘅華人牧師。呢個就係廣州循道會，佢喺嗰度牧會咗39年。咁呢兩個牧師咧就對親家。周牧師個仔周清泉。尹牧師個女尹月嬌，就係正話尹文佳個家姐。咁我咧就喺合一堂，就係道濟會堂，整咗變咗做合一堂嘅。喺嗰度受洗，喺嗰度做咗成10年嘅主日學。我咧就去倫敦會英華女學校嗰度讀小學同中學。所以咧，從細到大咧都有機會讀聖經。1969年咧，第一個人登陸月球。我喺香港讀緊中學，好受啟發。所以咧，我18歲時咧就離開香港，前往美國嚟到讀科學。我入咗加州理工學院，嗰度係好好嘅學校。原來咧我就成為咗嗰度學校首批4個女畢業生之一，仲係第一位女性嘅工程學嘅畢業生。我喺嗰度咧讀電子工程，好有興趣集成電路，仲跟呢個 MIT 教授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之父嚟到學。但係咧我又跟另外一個教授 Dewey 教授做科研。佢咧係金屬材料嘅科學家，係非晶態金屬之父。呢個科研咧對我好大影響，因為我愛上咗科研。研究咧唔係淨係尋找已經存在嘅資訊，而係要創造知識，推動人類文明嘅進步。材料咧好靚嘅，睇下呢啲。原子排列得咁靚，而且好多應用，電子啦、航空啦、生物醫學啦、建築啦等等。材料咧係技術嘅基礎，乜嘢整乜嘢都需要好嘅材料，仲係咧材料標誌住人類嘅文明史，石器時代、青銅時代等等。駕駛喺人類文明進步之路，哇！真係好玩啊！唔係喺後座啊，而係喺駕駛座上邊。我喺加州理工畢業之後咧，我就去咗麻省理工 MIT 讀博士學位。我咧成個心咧都諗住要攞呢個博士學位，將來成為一個好好嘅科學家。我嗰陣時將神放在一邊，好唔好嘅？唔係唔信喎，而係放在一邊。聖經話：看你哋學習嘅功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聖
神聖言小學嘅開端，另教導你哋，並且成咗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嘅人。又話我哋應當離開基督道理嘅開端，竭力進到完全嘅地步。感謝主，有神嘅僕人咧，幫助我就明白到我咁唔妥嘅。如果神係我嘅神，佢一定喺我上邊噶，係我聽佢話，唔係佢聽我話噶嘛。所以我嗰陣時咧就有靈性嘅轉折點，因為調翻正，我同神嘅關係咧就開始正確啦。我仲決定咧把我嘅生命獻俾耶穌。嗰陣時我仲喺 MIT 讀緊書，聖經話我如今喺肉身活着，係因信神嘅兒子而活，佢係愛我，為我捨己。我仲答應神要專職侍奉佢，如果神呼召我的話。但係神冇呼召我，我就繼續喺 MIT 讀我嘅博士學位。我咧就研究石墨。石墨咧中有碳嘅原子排列得好靚，啲物理咧好靚，仲有好多嘅應用，包括電池啦，仲有碳纖維。碳纖維咧整飛機好緊要。我就跟呢個 Professor Dresselhaus 一個好出名嘅碳材料科學家做我嘅博士論文。石墨咧嘅晶體結構咧係一層一層嘅碳原子層。喺層與層之間咧，可以加入呢啲另外嘅嘢，成為化合物。咁樣咧就將石墨咧變咗做金屬。哇，好玩啊！短短幾年咧，我同我嘅教授就成為咗呢個領域嘅權威。我喺呢個領域咧，一共做咗大概15年嘅研究。慢慢我就睇到我嘅專業領域咧，漸漸嘅衰退喎，因為當時呢啲應用咧唔係完全嘅成功。嗰陣時我仲好年輕啊，我就決定離開我嘅專業領域，但係離開做乜嘢咧？呢個就大問題啦。我就要跳出框框嘅思考，離開我嘅舒適圈。好奇怪，我嘅興趣就轉移到水泥混凝土。我從來冇學習過呢個呢味嘢嘅，未曾搞過水泥嘅。聖經話耶和華使佢哋嘅心滿有智慧，能做各樣嘅工，無論係雕刻嘅工、巧匠嘅工，用藍色、紫色、朱紅線和細麻繡花嘅工，並機匠嘅工，佢哋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嘅工。因為我有電子嘅背景，我就發明咗智能混凝土，含有啲多嘅短碳纖維，以至咧佢有感應嘅能力，即係譬如有壓力咧，咁佢咧嘅電阻就改變，用個電錶量下就知道情況啦。所以唔需要買呢啲敏感器，因為材料本身就係敏感器。就可以咧俾即時嘅監控，而唔係淨係偶爾嘅監控。普通嘅傳統嘅測試方法咧就係埋一啲設備，好似敏感器埋一啲入去。但係你睇下，如果埋咗，如果唔妥咧，就幾難修補啦。混凝土本身就係一個敏感器咧，係就好嘅。因為低成本啦，你唔使埋嘢入去啊嘛，又高耐用性啦，感應嘅體積又大，機械嘅性質咧不受影響嘅。有好多嘅應用，包括建築入侵者嘅偵測，唔使用相機㗎，基於重量嘅感測，仲有貨車移動時咧稱重，仲有流量嘅監控，啲自動駕駛汽車咧需要大量嘅感測。橋咧就搭咗落嚟，好慘啊！間屋搭咗仲慘，死咗好多人。呢個大壩咧有部分崩潰，咁有啲水衝咗嚟，衝走間屋。呢啲材料咧都係鋼筋混凝土，呢啲古老嘢嚟啦。咁原來咧問題多多，因為混凝土咧裏邊有石頭同沙。係透過水泥黐埋一起嘅，但係黐得唔係咁強啊，因此咧就需要啲鋼筋嚟到埋喺入邊，嚟到把住佢以致佢能夠強啲啦。
但係咧呢啲鋼筋咧係會被腐蝕嘅，問題就在此啦。但係大自然就完全不同啦，呢個係尼加拉瀑布，哇！啲水量好犀利，啲水咧直情黐住嗰個岩石嘅，啲岩石又冇鋼筋嘅，但係咧好耐用，幾多百年都係咁款嘅，大自然嘅科技咧係非常先進嘅。雁我哋時時睇見啦，呢啲雁咧喺遷徙成堆咁樣飛，鳥類嘅遷徙路線咧可以幾千里咁長嘅，佢哋都有導航嘅能力噶噃。嗱，而家飛機咧就使用衛星嚟導航啊，但係啲雀仔唔需要衛星嘅，佢哋仲咧可以春天咧就飛翻去原本嗰度地區，就算幾千里咧都翻去原本嗰度嘅。大自然嘅科技咧真係先進啦！我哋真係要從大自然咧學嘢結果咧神呼召我喎，係獻身之後22年，喺1998年，亦都係發明智能混凝土之後嘅5年。咁喺22年之間咧，我唔係冇做嘢嘅，我好忠心咁每個主日都喺教會侍奉，特別喺音樂方面嘅侍奉。聖經話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嘅呼召就係你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俾佢哋施洗。好多人咧就以為神呼召咗你，你就要抌低乜嘢嘅職業，就要入神學院，第時咧做牧師又好，做傳教士又好。但係咧，聖經話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喺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神俾亞當呢個神聖嘅任務，就係要看守修理呢個伊甸園。聖經又話各人蒙召嘅時候係什麼身份，仍要守住呢個身份。又話只要照主所分給各人嘅和神所召各人嘅而行。雖然我冇去神學院讀，聖經咧變得好有意義。我要成為神嘅祝福嘅管道，咁所以我就開始喺各處嚟到分享神俾我嘅恩典。喺武漢理工啦，又喺汕頭大學啦，又喺哈爾濱工業大學啦，上海同濟大學啦，喺多倫多大學啦，喺廣州嘅中學啦，喺香港拔萃女書院係我媽媽讀嘅中學，仲有香港嘅聖保祿學校，有香港一個小學，仲有香港嘅廣華醫院，我媽媽喺嗰度教護士嘅，仲有喺華人社區中心，有香港歷史博物館，仲有電視嘅採訪。聖經話感謝神，常率領我哋喺基督裏誇勝，並藉着我哋喺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嘅香氣。我最開心嘅就係神知道我嘅心，佢知道我係想侍奉佢，唔係想架勢。神德就提供咗我身為科學家嚟服侍佢所需要嘅。喺研究中咧，成為領導者，而不僅僅係跟隨者咧，需要創造力。我嘅創造力係來自神。我唔係要僅僅嘅漸進式嘅進步，我要係變革性嘅進步。變革性嘅科學咧，可以打開新嘅視野。當我無法思考科學問題嘅時候咧，我就會向神祈禱，神總係會提供答案嘅。我每日咧都為我嘅聰明智慧祈禱。聖經話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又話人心多有計謀，唯有耶和華嘅籌算才能立定。50年持續嘅科學研究，直到而家，點解咁勤力呢？我要符合神俾我嘅計劃。聖經話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我哋都聽過進化論啦，就係達爾文嘅，就係話咧，有一個單細胞，變就變咗各樣嘅植物、動物。
但係咧佢冇考慮到第一個生物體係點樣形成嘅。佢亦都講到眼睛人嘅眼睛咧前邊有呢個鏡片啦，後邊咧有視網膜視網膜咧好緊要睇嘢就係靠佢啦。裏邊咧有非常非常密集嘅光敏感器咁複雜，所以達爾文話呢啲眼睛之類嘅複雜器官咧，好難概述佢逐步過程嚟解釋，即係嗰啲進化論咧就逐步咁變啊嘛。佢話呢啲咁複雜嘅幾難就咁樣逐步加一個係敏感器，加一個人敏感器咁樣嚟到演變出嚟，佢覺得咧都有問題啊。科學咧無法解釋非生命點樣轉化成為生命，有靈界亦有物質界。靈界咧係可以超自然嘅，物質界只限於自然。靈界咧有善有惡，亦都有屬靈嘅爭戰喺靈界嘅裏邊。呢個 Richard Gallagher 醫生博士咧喺紐約精神病學家，亦都係教授。佢係一個虔誠嘅天主教徒，喺神父嘅幫助下咧，佢治療咗好多被邪靈附身嘅人。佢話喺驅魔嘅時候咧，需要好多人先至能夠將佢壓制啊！邪靈表現出非凡嘅力量，例如個人嘅知識。有一次咧，邪靈話俾佢聽，佢母親嘅死因就係卵巢癌。佢話咧，訓練有素嘅精神科醫生可以好容易咁區分惡魔附身同埋其他精神疾病之間嘅區別。佢又話有不少被魔鬼附身嘅係因為父母曾經將佢哋交俾偶像。科學考慮物質界，但不能考慮靈界。我哋有體，亦都有靈。體咧係一個物質嘅部分，靈咧係一個非物質嘅部分。靈咧係用嚟與神互動嘅，唔係透過我哋嘅頭腦分析嚟到與神互動嘅。Sir Eccles 佢係神經生理學家，係1963年諾爾貝爾醫學獎嘅獲得者。佢話有一靈控制腦中嘅機器。行星包括地球咧就圍住太陽移動。聖經好犀利啊，幾千年啊已經寫咗喺度。神將大地懸在虛中，虛空即係喺個太空度，好似懸住掛住咁樣地球咧一年就行一圈啦，繞住個太陽，咁就定一年啦。仲有個南北軸咧係有一個角度嘅，以至咧就定咗有4季啦。話呢個角度好緊要23.5度。創造者就揀咗呢個角度，以至咧我哋有春夏秋冬。愛因斯坦話神不與宇宙玩骰仔啊，即係好似賭博咁擲骰擲到咁就咁啦，擲到咁就幾多度啦？唔係神嘅好超越，有智慧嘅設計係其中。佢又話我研究科學越多咧，就越相信神。DNA 就係基因啦，喺細胞核中咧包含大量嘅信息，就係遺傳嘅密碼。每個生物都有佢嘅 DNA， 不同嘅植物動物不同人咁多人個個不同嘅呢個 DNA 咧就係分子嘅資料儲存。就因為有咁多生物啊嘛，所以咧好多嘅數字信息，亦都有要無限嘅算法。比現今嘅電腦科學咧更加嘅先進。人同人之間嘅基因相似性咧99.9%，但係人同黑猩猩嘅基因相似性咧95%啫。同貓咧就90，同老鼠咧就85，同牛咧就80，
同雞咧就60，同香蕉咧都有60啊。嗱，基因咧喺物種之間差異好大喎，你唔可以話95相似，即係5% 不同啦。但係5% 不同就好犀利嘅不同啦。進化就意思咧就好似話呢個猿就變成人，中間咧就稱為猿人，叫做中間體嚇。咁你要證明真係有呢個進化咧，你要真係揾到啲中間體嘅喎，唔係畫出嚟就得噶嘛。但係呢啲中間體咧總是缺失或者虛構。中間體呢個雞同人之間呢個想像嘅啫，你睇又似雞又似人就要揾到呢啲中間體咁啲科學家以為先有汽車先至有飛機咁飛機犀利過汽車，所以咧先有喺地上爬嘅動物，然後先演變成為雀鳥。佢認為咁樣咁成日一味揾啦，即係爬行嘅動物同鳥中間嘅中間體，揾來揾去最叻就係咁樣，幾模糊咧聖經就唔係咁話聖經話先有雀鳥先至有爬行嘅，唔係話先有飛車先有飛機，唔係咁嘅邏輯嘅。基因咧喺物種之間差異好大，所以咧進化必有重大嘅基因嘅突變。左邊就係正常嘅基因，右邊就係突變咗嘅基因。咁呢正常嘅細胞咧可以經過突變下咧變咗惡性細胞，就係癌症啦。進化咧應該係導致改進噶嘛，但係進化嘅機制即係突變咧非常有問題。基因突變咧大多數係有害嘅。呢個咧就係突變嘅相對頻率呢個好大嘅風咧就係有害嘅突變。呢個風嘅右邊個尾巴的堆咧就係有益嘅突變所以絕大多數咧嘅突變係有害嘅。聖經話神就照住自己嘅形象造人，也就是照住佢嘅形象造男造女。DNA 咧就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嘅，好少有兩個人一樣嘅 DNA BB 咧同嘅 DNA 同父母就唔同啦，因為個人不同啊嘛所以造物主必須喺受孕嘅時就提供新嘅 DNA 俾呢個BB 器官移植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身體自然排斥植入嘅器官，因為植入嘅器官 DNA 唔同啊嘛，就自然就排斥佢噶啦。母親嘅 DNA 咧同胎兒嘅 DNA 唔同噶嘛，咁排斥佢咪死最終形成胎盤嘅細胞咧會產生一種荷爾蒙，咁樣母親咧就不會排斥胎兒啦，即係創造主咧搞掂嗰個胎盤嘅科學搞掂咗，以致咧就母親唔會排斥個胎兒嘅。生孩子咧係個神蹟好多人咧生唔到，不孕症就揾唔到問題嘅，即係揾唔到原因嘅。聖經話我嘅肺腑係你所做嘅，我喺母腹中咧你已經覆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嘅作為奇妙，這是我深知道嘅。大人咧學英文係好唔容易但係咧細蚊仔咧具有與生俱來嘅學習語言嘅能力呢個亦都顯示咗造物主嘅智慧同埋慈愛。我哋咧實在係神嘅智慧財產神造人嘅目的咧就係想愛我哋，並被我哋愛。講下宇宙嘅形成啦。科學家咧都講到大爆炸就係宇宙喺某一個時刻從一個點爆發咁科學家就一味計數啦大爆炸之後1秒，即係計來計去都係1秒嘅啫又話經過若干年幾多30萬年有啲星球出嚟，有150億年就有人出嚟，呢啲咧
係科學幻想啊，因為計數計來計去都係1秒嘅啫。科學咧遠遠不能解釋宇宙係點樣形成嘅。Lemaitre 佢就係物理學家同埋天主教神父，亦都係大爆炸理論之父。佢話大爆炸同創世並不相同。大爆炸咧係喺物質、空間同埋時間嘅形成，而創世咧係宇宙從不存在晉升到存在。佢又話大爆炸之前沒有對宇宙產生影響，但係創世咧就係宇宙絕對嘅開始。仲有大爆炸係物質嘅發展，而創世咧係物質嘅創造。科學同信仰並不衝突，科學係非常有限嘅。牛頓佢話我哋所知道嘅係一滴水，我哋所不知道嘅係大海。榮譽咧有助於我身為科學家侍奉神，神好明白呢樣嘢。美國物理學院係美國最古老嘅學術團體之一，佢由美國開國元勳喺1780年創立，院士包括華盛頓、甘迺迪、愛因斯坦等等。我又做咗院士喎。我仲得到美國國會嘅特別獎。西班牙大學嘅名譽博士學位，係第一位華裔嘅獲得者。我又得到美國碳學會所俾嘅一個科研嘅國際獎，亦都係第一位華裔嘅獲得者。我亦得到我而家間大學紐約州立大學 Buffalo 嘅校長勳章。今年呢，我又得到加州理工學院嘅傑出校友獎，係4位獲得者之一。喺材料嘅領域中咧，全球31多萬嘅人嘅研究人中咧，我係排名第13嘅。我嘅感覺咧唔係左邊話我爬到最高咯，真係好咯咁。我唔係咁嘅感覺，我嘅感覺係右邊。神俾我越嚟越有可能以科學家嘅身份嚟為佢發光。我最開心嘅就係呢樣嘢。聖經話神能照住運行喺我哋心裏嘅大力，充充足足咁成就一切，超過我哋所求所想嘅。神設計我嘅一生我嘅家人、我嘅教育、我嘅研究、我嘅外展，都係神嘅設計。聖經話，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嘅恩才成嘅。聖經又話，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我係神嘅設計品。聖經又話，我哋原係他的工作，即係神嘅工作，喺基督耶穌裏造成嘅，為要叫我哋行善，就係神所預備叫我哋行嘅。實在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神嘅傑作啊！聖經話，所以弟兄們，我以神嘅慈悲勸你哋，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哋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又話，你哋係世上嘅光，成造喺山上，係不能隱藏嘅。神係聖潔噶，我哋咧就差得遠咯。考試中作弊啦，又偷嘢啦，又貪心啦，又色情啦，等等。神知道我哋所講、所想、所做嘅一切，佢喺任何時候都知道所有人嘅一切。因此咧，我哋就同神咧有一個隔開啦，因為佢係聖潔，我哋係乸渣。神唔可以話隻眼開隻眼閉啦，佢唔會咁嘅。善行咧不能抵消罪孽，我哋冇辦法可以解決呢個罪嘅問題，唯一嘅辦法就係神介入，佢就嚟到呢個世界成為一個人，叫做耶穌。佢嚟嘅目的就係為我哋贖罪，佢死喺十字架上
以致我哋因為相信佢贖罪嘅功勞咧，我哋就可以從罪裏邊得着釋放，以致我哋喺神嘅眼中咧被視為聖潔。透過耶穌嘅犧牲，我哋可以成為神嘅孩子成為神嘅兒女咧，係最大嘅福氣。中文啲繁體字好有意思，右邊咧義，上邊係羊，下邊係我，帶住嘅羔羊遮蓋住我咧，我就成為義啦。喺神嘅眼中成為義。左邊咧就係美，帶住嘅羔羊喺人上面咧，嗰個人就美啦。唔係盲目嘅信神而係嘗到神嘅真實性，好似親身經驗爸爸嘅愛，唔需要爸爸俾任何嘅證明嘅。神係全能嘅，科學不是萬能嘅，神嘅智慧比我哋嘅智慧高好多。全能嘅神想與你建立個人嘅關係。你可以享受神嘅同在，係世界無法給予嘅喜樂。生命好短暫嘅咋，你知道此生之後你會去邊度呢？唔好等到生命即將結束時先至採取行動，要盡早親近神，而係靠信心，唔係靠頭腦嘅分析㗎。科學咧充滿咗信任般嘅信念，好似愛因斯坦嘅質量就係能量。科學家咧相信宏偉嘅違反直覺嘅事情。當今嘅科學家，你哋嘅神太細啦，我哋喺神面前千萬唔好驕傲我哋信神，信耶穌為我哋代罪，呢個係非常緊要嘅。羅素係一個最出名嘅無神論者，佢話除非你假定有一個神，否則人生嘅目的呢個問題係毫無意義嘅。有目的嘅人生非常緊要。牛頓又話不認真思考嘅人不會信神，但真正思考嘅人必須信神。聖經話自從造天地以來，神嘅永能同神性係明明可知嘅，雖是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讓神做神啦，欣賞佢嘅工作啦，願神祝福你。